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5章，约旦河西边的阿摩利诸王，甲我地中海的迦南诸王，听见上主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互约旦河的水打去，佮听效因过去。这王的心，拢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，惊甲神不附体，伫吉甲行甲勒。迄时，上主对约书亚讲：“你着用火石磨做刀，第二遍甲以色列人行甲勒。”约书亚就制作火石刀，伫甲勒山甲以色列人行甲勒。约书亚甲因行甲勒的原因，是因为对埃及出来遐个会交战的查甫人，拢死伫旷野的路年，因拢有受甲勒。毋过出来及以后，伫旷野出世的人民，拢还未受甲勒。以色列人伫旷野行40年，出来及的战士，因为无听趁上主的话，拢受消灭。上主捌对因宣誓，毋互因看到上主对因的列祖立誓要赏赐因的地，就是老年甲密的地。因的子孙就是上主所兴起新的一代，拢还未受割礼，因为伫路年无人甲因行割礼，约书亚才甲因行。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受割礼了后，就留伫营内听候回复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“我今仔日已经除去恁伫埃及所受的见效，所以迄所在就叫做吉甲，到今仔日。”迄时，以色列人伫吉甲扎营。迄月14暗，因伫耶利哥平原守搬过节。搬过节隔日，因就食迄所在的土产，就是无甲饼甲香的五谷。因食迄所在的土产，迄日起玛纳无搁降落，以色列人就无搁有玛纳。迄年，因开始食迦南地的土产。约书亚甲上主军队的统帅。约书亚接近耶利哥的时，忽然看到有一个人举一支背起来的刀，徛伫伊的对面。约书亚行进前，问伊讲：“你是为阮这边的，还是为阮的对敌迄边？”伊应讲：“拢毋是，我是上主军队的统帅，等我来啦。”约书亚就趴伫涂骹拜伊，讲：“我的主对你的仆人有甚物吩咐？”上主军队的统帅对约书亚讲：“将你骹年的鞋脱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安尼做。